恁若要做我的学生，恁嘛着背起恁的十字架，背起恁的责任，背起所有人对恁的误解，然后好好行，用信仰来行，用信心来行，用疼心甲存仰望来行，行到最后，互恁流目屎、亚精子所背的十字架，最后变做阳光的面流。愿天顶的上帝赐福。今仔日是玉山新南院纪念主日，愿少年玉山新南院古堂伫咧培养传道者，通过这传道者将上帝的听到福音带入去到伫山区，带入去到伫原住民的部落，愿这个伫部落内面的传道者，因真正有够价的经济通生活，因真正会当带因的部落的子民。好好固守迄个田园，互迄个田园真正会当看做是上帝赐福因甲因的子孙真要紧、真要紧的地基。愿天年快乐，因为阮伫山顶、伫平原、伫逐所在，伫即个时间有侪人拢伫咧唱歌、吟诗咧敬拜。愿今仔日永福教会所有的人，无论伫倒位，伫咧做啥物角色。因尽力侍奉上帝的神，伫家己赐福因，坚固因的手所做，感恩祈祷，靠主圣名，阿门。弟兄姊，大家平安，平安。伫主的听，互咱三个自己做一伙；伫主的听内面，咱正做一家伙。咱三个今这首歌，咱拢正做一家人。咱拢正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对上帝行礼。咱拢正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正做上帝。咱伫主内面，咱拢是一家人。啥日你无熟悉兄弟来请安，久久也是无见着伊面的人来伊请安平安。主的听临到伫咱的中间，伫主内底咱是一家人，所以咱来互相彼此来熟悉平安。上帝听伫咱的中间，互咱才做一家人。即款的听，河顶的大。文字河顶的大，平安。来，咱个三个吟这条诗歌，咱拢才做一家人，拢才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行礼，咱拢才做一家人。
上帝主意，因为耶稣这最声，因为耶稣你的名，因为耶稣咱有个我的名声，我的将士主我名，我的天然的主名，因为耶稣生产耶主属定，咱梦将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就上帝行你，咱梦将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将做上帝的主意，因为耶稣当平安，因为耶稣的主爱，因为耶稣的主人在撒欢谈，有时欢喜当临时，有时苦苦当顺利，因为耶稣撒到咱菩萨安利。请坐。我甲我的厝拢要来服侍耶和华。我甲我的主，服侍耶和华，追求主的心意，予伊来引带。伊是阮的主，独一的上帝，全家向伊敬拜，学了耶和华。伊对天落雨水，灌下的土地，伊落地有出产，收拾阮的牛。无论啥环境，有多苦我可以，我甲我的主，服侍耶和华。现在我要邀请咱大家，咱来念最后一句的歌词，咱三个来念。我甲我的厝服侍耶和华，第一遍。我甲我的厝服侍耶和华，第三遍。我甲我的厝服侍耶和华。要紧的代志爱讲几遍？三遍。三遍的意思就是讲真要紧。再来三遍的意思是讲踏入去你的心内。我甲我的厝要服侍耶和华。咱每一个人伫地面上，咱都有咱家己的厝。咱伫咱的厝内底，咱都有咱的责任、甲咱的担、咱的角色。总是永福教会是咱的一个大家庭，所以咱每一个人伫这个大家庭内底，咱嘛应该爱有咱的角色，甲咱的服侍。无论是甚物的服侍，伫上帝面前拢看做是芳芳的做。若是你有气力替别人祈祷，你就替别人祈祷；若是你会当讲安慰人的话，你就去安慰人；若是你有时间去探访，你就去探访；若是你的手真灵巧，你会当来澳洲报，这嘛是一个真好的服侍。若是你真有主食，你就来教会内底为迄个需要的人来主食。若是你有时间陪伴细囝、教育细囝，咱教会有一群社区的细囝，因需要人陪伴。教会其实有足侪事工，无一定你爱做倒一项，只要你将你的专长、上帝赐出你的恩典，伫这个教会内底，你来服侍伊，就要真做芳芳的做。若是有机会，你会带你的家庭的人参加来服侍；若是你厝的人也阁无信主，你嘛毋免来烦恼。咱伫咱的生活中间，真做因的模范，慢慢伊看到咱的好行为的时阵，伊就会来受感动。所以，愿这条诗歌真做咱每一个人祈祷。我甲我的厝服侍耶和华，咱个三个来吟这条诗歌。我甲我的厝服侍耶和华。我甲我的厝服侍耶和华，追求主的心。
地，以后地有春山，修树万里流。无论啥款景物，都到我可以。我甲我的主，风使也有我。我甲我的主，风使也有我。吹着主的心意，予伊来引带。伊是阮的主，道义的上帝。全地方已经来，无路也无我。伊对天落雨水，灌压地土地。以后地有春山，修树万里流。无论啥款景物，都到我可以。我甲我的主，风使也有我。无论啥款景物，都到我可以。我甲我的主，风使也有我。静静听，我要静静听，我要爱你，听主的声。静静听，伊的静静听，我的无声，你听我的声。伊是我无这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讲主的声。伊是我无这生命的主宰，伊的引领，伊的声。这时我要邀请咱目睭开开，安静咱的心。你听，这个大牧者要你来讲什么声？大牧者咱讲，你是我羊活认得你的声。你的需要，你的欠缺，你要讲，我嘛拢知影。无伫看路，无伫烦恼，因为我要牵你的手来行头前的路。因为你是我的羊，我是你的大牧者。我永远认得你的声，只要你愿意开嘴，上帝就要牵你行。咱三个用祈祷的声，真细声的声音，只有你听到的声音，来唱这条诗歌。祈祷的心，安静的心，静静听。静静听，我要静静听，我要爱你，听主的声。静静听，伊要静静听，我的无声，聆听我的声。伊是我无这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讲主的声。伊是我无这生命的主宰，伊的引领，伊的声。是大牧者，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讲主的声。
会众请起立。着对上主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对上主唱歌，着对上主唱歌，称颂伊的名，着日日宣扬伊拯救的好消息，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着对万民讲起伊伟大的作为，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颂。咱有缘徛伫，咱做伙同心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地来到日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圣阳中国话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过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上道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同心来祈祷。创造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引传，互台湾头到台湾尾，全地拢有教会。伫即时，伫教会内，当组织来受造就，参与服侍，也来延光主你的名。主，阮知今仔日是旧山圣经学院的纪念主日，以及总会青年主日。主，阮知，伫台湾即个所在工业化以来，社会有真大的变迁，对伫原住民部落、乡村、甲都市有真大的冲击，对阮的青年的成长也有真大的挑战。其中，升学主义、国家认同的混乱，互青年痛苦。有的人因为无法度拄着家庭的温暖，甲受到社会心态无健全、流行伫文化来所影响，也致到有行为的偏差。主，阮知，伫即时，阮的教会应该有较侪人投入伫青年事工，甲金钱来投入伫因的需要。主啊，阮知，伫成长的过程中，教会需要负起迄个关心的角色，建立基督的信仰，搁较定根伫遮个人的顶面。主啊，阮也知，无论是伫中学、大专，以及新学院的读册的过程中，伫因甚至有诶就职的青年，因是社会极重要的成员，因也成长坚固，教会得到活力。因若有流失的，主，阮真正是艰苦心。阮也祈求主你，互阮逐教会伫即个时间，阮会当扮演更较好的角色，来关心着遮需要关心的。主啊，阮也愿你会当互阮会当真做遮青年人，以及伫阮玉山新学院培养着侪侪有心投入伫主你圣工的顶面。主，阮知因需要阮来坚固因，也愿主你会当互因每一个人伫委身的过程中，真做主你荣耀的器具。阮安尼同心来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求主阮怜请坐。启应门，
启蒙24篇，咱做伙同心来启用。全地啊，着对上主欢呼，着唱俄乐的诗歌来到伊的面前。伊创造咱，咱属伊。着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着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伊的慈爱永远存在。即点咱圣经今仔日圣经记载是伫《使徒行传》第1章第6节到第8节，《使徒行传》第1章第6节到第8节。圣经安尼讲。安尼，因自入的时，问伊讲：“主啊，你伫即时要将国复到互以色列吗？”伊就甲因讲：“爸所下伫家己管内的时甲期，毋是咱通知。独独圣神降临伫咱的时，咱要得到才能，搁伫耶路撒冷、变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干净。咱今仔日根据《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咱单心来读台语。独独圣神要伫时，恁要得到才能，搁伫耶路撒冷、变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干净。华语，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在耶路撒冷和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时圣歌队俄乐的诗歌是好消息。
信了的就有福气。今仔日咱邀请到尤哈尼潘德，要来甲咱所讲的题目是第九地级为主干净。咱将以下时间交予潘德。主内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咱的学校玉山神学院总会所定的奉献纪念之日，我实在真欢喜，会当代表玉山神学院的院长、老师甲同学来向咱的教会正兄弟姊妹、咱的牧师来请安，也深深表达玉山神学院对伫咱的教会久长以来不断支持玉山神学院的神学教育。特别感谢的就是去年玉山神学院有收到咱教会158740块的奉献。这款的奉献对伫玉山神学院来讲有真大的帮助。所以除了请安以外，我会表达玉山神学院对伫咱教会济帮赞甲支持大道的感谢。愿上帝祝福咱所做一切美好的事。伫也未分享今仔日的信息进前，我大先爱分享玉山神学院2项值得咱关心的事，因为这2项事毋干那是关系到玉山神学院的神学教育，也关系到整个原住民的教会甲社会的变动。头一项就是玉山神学院的神学的使命有小可调整。伫70当进前，咱的台湾基督教教会和玉山神学院真明显的目标，神学的目标甲使命，就是爱为着台湾的原住民部落的宣告。总是70当了后，玉山神学院有真大的神学的反省。玉山神学院敢为着台湾的原住民的宣告，才掠做伊的目标。当阮伫宣告甲神学做反省的时阵，阮感觉上帝互玉山神学院有真大的祝福，特别上帝透过咱地方教会，对伫玉山神学院不断伫遐来带导、奉献、支持，互玉山神学院有真大的进步。所以玉山神学院得到上帝遐尼大的恩典的时阵，玉山神学院的神学的眼光敢伫台湾的原住民。所以对伫3当前，玉山神学院就开始伫遐来调整
玉山神学院的神学的使命。这个神学的使命，就是照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耶稣的命令，耶稣的呼召，就是玉山神学院爱参与伫普世原住民的宣告，也就是爱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世界的地极。所以对3当前，玉山神学院就开始。虽然玉山神学院了解本身的力量有限，总是愿将这款神学的使命传到伫全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原住民的教会。每当阮有向国际教会招生，差不多7个、8个，阮真希望将来若是玉山神学院有较好的财力，会当栽培更较济全世界教会的青年到伫台湾来接受咱的神学教育，培养因转到伫因家己的国家，将基督的福音落实伫因的族群、因的地区、因的国家。这是头一项。第二项也是值得咱关心的，就是根据内政部因的人口的统计，台湾的原住民迁徙到伫都市的人口，已经超越老伫原住民的部落的人口。当然，为着生活，为着读册，也是为着资源的问题，因离开部落。总是这款的人口的迁徙，会影响到部落的教会，也影响到部落的发展。所以玉山神学院甲咱的总会，特别是元宣，真积极伫遐来讨论，到底未来原住民的都市的宣告，爱运用什么款的策略？毋望圣神的引带，互台湾基督教教会原住民都市的宣告，会当有一个新的意向、好的策略来帮助咱的遐个姊妹伫都市的生活甲信仰。请咱特别为着这2项玉山神学院所努力的事。神学的研究来关心、大道支持。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这是耶稣国话，以最后，因为耶稣宣布，伊爱就天离开对面洲的世界。这种的宣告，对耶稣的学生来讲，因充满悲伤，也充满惊吓。因为过去3当的时间，若是这个学生拄着什么款的问题、什么款的困境的时阵，拢是因的老师耶稣替因解决，总是因的老师爱离开因，所以因对伫整个教会的宣告，对伫当时受到这个罗马帝国的迫害的社会充满惊吓。
耶稣的学生，因真期待，阮这个老师对伫死过活了后，伊充满能力、超越的能力，所以因所期待的就是毋望耶稣基督会当引带以色列百姓来抵抗罗马帝国，正做因的以色列的国王来拯救，和罗马帝国压迫的以色列的族群。总是耶稣伫这个时阵爱调整这个学生因的观念。耶稣认为，这个学生军队因相当的时间，总是这个学生因所思考的，敢若是以色列百姓政治方面的事，无思考耶稣基督所关心的上帝国的事。所以耶稣爱调整因的观念，或者学生会当军队耶稣关心上帝的国度，迄个国度就是耶稣爱切恳因，向全世界的人来为主做见证，将福音传播，予全世界每一个地区、每一个上帝的家人。总是耶稣的学生，因充满惊吓，因认为无迄个可能，因为以色列百姓和罗马帝国统治压迫，因会当传福音的空间真少。基督徒的教会和罗马帝国底下迫害，有的教堂烧掉，有的基督徒和官家受到济的侮辱及痛苦，甚至丧失伊的性命。所以对学生来讲，这款传福音的空间是真少。总是耶稣基督伫遮有缘呼召遮个耶稣的学生，以及所有军队伊的人，恁爱将基督的福音传到伫世界的地球。今仔日，咱台湾基督教教会伫台湾，咱在台湾的基督徒，敢若是照咱的人口来算，敢若5%尔，95%以上，毋是佛教，就是道教甲其他民间宗教，以及有足侪无神论。台湾基督教教会伫即款的环境下面，咱感觉宣教是非常的困难。总是咱今仔日爱对初代教会伫即款非常艰难的宣教的环境下面，初代教会真成功将基督的福音对伫耶路撒冷，对伫犹太全地，对伫外邦人的撒玛利亚，到伫欧洲，传到伫全世界，甚至有一个真小的所在，也是真幸运，就是咱台湾小小的所在。基督的福音
也是伫对伫2000年前到伫今仔日，咱也得到耶路撒冷所传开福音。所以今仔日咱来探讨，到底初代教会怎样将基督的福音来展开？咱爱向初代教会来学习3项事。头一项，为主做见证，为主传福音，的确会得到圣神的馈力。耶稣基督向当时的教会保证这项事，就是当恁为主做见证、传福音的时阵，圣神的确爱甲恁三甲之地，圣神的材料。圣神的能力会甲恁做伙伫遐来为着基督来工作，因为耶稣真清楚了解当时的时代的环境，因受到罗马帝国的统治压迫，传福音非常的困难。那是对人来看，因无机会，也无空间，总是耶稣基督偏偏就伫这款的充满感染的环境下面，来呼召当时的伊的学生、甲基督徒、甲教会，恁都爱将福音对伫耶路撒冷展开。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教会真正的信仰。为着上帝工作，为着基督传福音，绝对毋是靠咱教会的经济力，绝对毋是干那靠着咱教会本身的各种的条件的能力，照初代教会因的经验，因的成功，将福音对伫耶路撒冷展开，是靠耶稣基督所应允因的圣灵、圣神的工作。所以，咱应该抱着这款的信心，来为主做工。来为主做见证，因为帮助咱的，会替咱解决问题，会互咱信心甲力量、智慧的，就是耶稣所应允的圣神。第二项，咱对初代教会会当学习的，就是为主做见证、传福音，是教会所有基督徒的责任。当耶稣爱就天的时阵，伊所交代的对象，毋是干那这学生尔。耶稣所交代的对象，有耶稣的学生。也有教会组织，以及济军队耶稣的这人。所以今仔日，咱千万毋通误会讲，教会传福音的责任，干那是咱王牧师的责任，绝对毋是。照初代教会因成功的秘诀，传福音毋干那是这学生耶稣的学生的使命，
传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耶稣伫遮，咱若是看《使徒行传》第2章，遮有3项真重要的因素，为什么基督的福音会当展开？头一项当然是圣神的充满甲力量，因为圣神帮助这个传福音的人，会当解决因的语言的问题。耶稣讲：“你来向普地的传福音，总是咱头一项拄到就是语言的问题，总是圣神帮助当时的教会解决语言的问题。当因传福音的时阵，无相像语言的人，拢听有基督的福音，这就是圣神的快乐。亲爱的姊妹，上困难的传福音，上困难的，咱交代给上帝，咱做会到的事。所以头一项，初代教会成功的秘诀就是圣神的充满。第二，就是耶稣的学生放胆伫遐来讲道。伫耶稣受礼的时阵，耶稣的学生四过走，充满惊吓，总是对伫耶稣死过活了后，耶稣的学生充满信心，因开始伫遐来放胆，伫遐来讲起耶稣基督死过活的福音。所以圣神帮助这耶稣的学生，有时阵一日都有3000人以上伫遐来悔改信主。所以教会传教者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学生爱引带教会来设计传福音的质量，总是第3项更较重要。因为照圣经所记载，这个教会众兄弟姊妹，这个信徒，因为因努力伫遐来做见证，其实那是照圣经所记载的信徒的见证，这是初代教会成长一个非常有力的一面。因为第2章43节到47节，伫遐来描写迄阵基督徒因做伙伫遐来生活，显出基督的疼，因照每一个无相像的需要来提供因的帮助甲服务，因满足每一个人的期待甲需要，甚至这个基督徒有企业家，有足有钱的人，圣神也感动因，互因会当捐出因的力量来照顾当时有足济社会有欠过的人。因的贴心，这个人同心合意伫遐来祈祷，帮助别人，
因的生活充满希望，充满喜乐。这款的见证，真直接感动这当时的这个外邦人。所以，照圣经所描写，有足侪人真欢喜看到基督徒这款的生活的见证，就开始接近因，就开始参与教会，才做基督徒。甚至这个受迫害的基督徒，当因逃亡的时阵，到伫各所在，无论是倒一个家庭、倒一个所在，还是倒一个族群，这个基督徒就伫遐来做见证。做见证毋是谈论神学，而是你对圣经了解有偌深。做见证就是因将因对伫基督所接受的恩典、感受来分享给四周的人，因为这基督徒真期待，无信耶稣基督的人会当因嘛会当亲像我得到耶稣基督的恩典，将这款的感受、经验。亲身的经验分享给别人。圣经记载，因为基督徒因所做的见证，上帝将信主的人逐日加添给因。这就是初代教会宣告的伟大。今仔日咱台湾基督教教会，是毋是咱真欠缺咱基督徒每一个人的见证，到伫咱台湾各所在。第三项，咱爱对初代教会学习的就是为主做见证传福音，是普世教会的使命。台湾基督教会正做普世教会的一份子，所以咱嘛是爱担当耶稣基督将福音传到伫地极这款的使命。耶稣特别交代初代教会，基督的福音爱对耶路撒冷开始，到伫犹太传地。到伫因隔壁的外邦人撒玛利亚，到伫全世界，到伫地极。为什么耶稣基督有这款的宣教的路线的安排？因为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宗教、政治、族群的中心。而且耶路撒冷也是耶稣出世、耶稣钉十字架、耶稣国活的一个所在。所以，无论是对犹太人，也是对耶稣基督，耶路撒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所以，福音爱对伫上帝的选民的中心开始。这就是初代教会，因爱将基督的福音对伫耶路撒冷，到伫所有的以色列百姓的犹太人、犹太全地，到伫犹太人足无欢喜看到的族群撒玛利亚，因看袂起的撒玛利亚，一直到伫全世界。台湾基督教会，咱是普世教会的一份子。咱
嘛是爱担当即款将基督的福音传到地极即款的使命。初代教会的宣告是成功的。初代教会因伫非常艰苦、艰难的环境下面，因得到圣神的充满，因会当成就初代教会的宣告。初代教会的基督徒，因拢是耶稣基督见证的一份子。初代教会因也是非常成功，照耶稣的指示，将福音对伫耶路撒冷，传到伫犹太全地，到伫撒玛利亚，到伫全世界，甚至这个福音到伫咱台湾，特别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愿咱参与伫耶稣基督见证的行列，互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成做一个为着耶稣基督见证的教会。咱三甲来祈祷。慈悲满满上帝，愿满心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无弃嫌台湾。虽然台湾是一个小小的都市，总是你有缘将宝贝福音对伫耶路撒冷传到伫台湾的所在，叫做激励阮的教会，和教会以及所有基督徒来担当这款为主做见证，将福音对伫阮的教会，对伫阮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来传予全世界，来完成基督的呼召甲使命的责任。愿安尼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日日伫生活中为主做见证，咱只是来吟圣诗533首。我真爱讲这故事，我真爱讲这故事。天顶奥妙的代，论主极大的荣光以及伊大仁爱。我真爱讲这故事，因为我知是实，互我心安兼知足，行过芳花甜蜜。我真爱讲这故事，上天啊讲这故事，永远新鲜的故事，少年听我的主，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咱即碟就会来回应上帝的话，咱来奉献。请起立。请坐。咱即碟请王牧师来介绍甲报告。真欢喜，今仔日咱有即个机会为着玉山新南院咱三甲来关心，真侪时阵咱的心意，真正无法度去到伫真远的所在，伫遐投入伫迄个所在的福音甲见证，总是通过咱的奉献咱的心到伫遐，互会当的人。所以真多谢，我想，我嘛要呼吁，咱厝内若有优秀的青年，请将伊献互主来用。咱看约翰尼传道，伊到退休已经要70岁的人，伊还佫做传道，但是一世人做真侪真水的工。今仔日对头到尾拢甲咱用台湾话讲道，其实台湾话是伊第几啊种的语言，伊迄个台湾话加音用词也佫真精确。对真庄卡的原住民的所在出来的青年，然后敢若为着互主用开始装备，然后伊会当有机会伫神学教育，伫台湾的侪原住民的历史。然后到会当受派到伫做会子的大赛，然后即马退休，佫倒去伫伊个部落，忙要改变部落的生活，本身诚做一个故事。所以咱今仔真多谢，今仔为着迄个玉山新南院伫遮将即个印象佫传互咱，咱佫拍一个扑克来好唔好？真多谢。咱来倾献互上帝，佫家己本身倾认真互主用，欢喜来装备，咱的性命真正会无共款。人生也未到70，人讲70才开始，所以后壁也佫会当通过进入本身，佫转去世界做一年了，佫转去伫部落，佫开始咧装备迄个部落，望部落会当有一个新的改变。真多谢，咱真多谢欢喜万忠牧师甲牧师娘伫咱遮，
咱拍一个鼓仔来，好无？这义全长老会得啦。照看咱敢若无比义全长老较年纪较大吧，吼，较大，所以义全长老不争气，吼。咱为着今仔日，迄个5月生一个，来5月生日，5月份生日，5月生一个真激烈，好唔好？咱来唱一个，来，请激烈5月生日个，然后咧唱这首歌，请咱边个人替咱甲握一个手，大家人。祝你啊生日啊快乐啊！祝你啊生日啊快乐！祝你啊生日啊快乐！祝你啊生日啊快乐啊！伊都嗨呀乐哩嗨，哎呀乐哩哎，哎呀乐哩哎呀，伊都嗨呀乐哩嗨我想这个时我嘛要来介绍一个我生命中真要紧的女性。我的查某囝已经4年外无倒转来，美加。嘿。我一世人做老爸，我真亏欠伊，因为伫伊的人生上要紧的时刻，我甲放咧。伊12年高三要升大学的时，我为着我的老爸，我全温哥华遐总是甲放伫遐，然后我转来专心24点钟陪我的老爸，伊就对遐开始挣扎。经过一段非常痛苦，因为我离开无对的时，伊个无意中互因学校高中真出名，也是迄个合唱团到伫迪士尼乐园、迪士尼去表演，戏剧也弄出来伫外口，学校一日到晚拢有遐电影出名的电影去学校遐拍景。一个戏剧的课程去互同学用迄个棒球棒拱一个对遮落去。所以我迄个时我伫中基咧斗3工，我问黄以文医师来一个，伊是我中中的学弟。我黄医师来，我的查某囝即几工去互棒球棒弄着遮，后壁会发生啥物代志？伊讲牧师，你注意听，这是全身躯骨上顶的所在。迄个棒球棒飞落去了后，也是迄个甲飞的同学无意的，因为拄仔对厕所出来，行对后壁，迄个人拄仔咧耍，飞一个怎甲讲咯，怎随倒落去。飞出来，黄以文医师甲我讲，这落去6个月了后，迄个所有情绪的变化变化。感谢上帝的恩典，伫真危急的时，我的查某囝伊行过。阮连2个翁仔某安尼伫遐陪几啊抓陪，即摆已经行过来。伊原来是伊甲我第2个甲第3个，我第2个甲第3个拢是小提琴演奏。了，伊无搁行音乐的路，即摆伫咧做中医，所以即摆已经有中医牌伫遐，所以对今年开始，伊会趁钱饲因老爸足欢喜，所以4年后，所以保罗生一个囝3岁外，伊也毋捌看到即个孙的吼，昨第一摆看到即个孙 ，OK，做老爸实在是欢喜，一个拢伫信仰徛在，所以阮讲，阮即个家庭若无即个信仰吼，阮即个家庭拄着足大的危机，上帝的改变，上帝的丰富，上帝引带咱。咱有看到，咱即摆即个大楼，你有看到大楼有真侪真水的布置，昨昏伫用咱教会除了伫遮有一场的结婚式以外。昨下晡，中部地区伫咧庆祝台湾基督长老教会70年 TKC 的大个庆典，就用咱遮因布置我感觉即个布置因要拆，我讲毋通拆，拜托佫甲阮起几礼拜。所以有一寡遐布条，有当时你的进出较无方便，无要紧，你着安尼但是伫遐若会当你小可看一下。咱的教会有当时还有一寡装摊，若无伤过定，伤过定，小可有一个较软的。伫遐
看到咱教会历史，青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青年，伫过去的70年促成真侪要紧的历史。南北长老教会南北的大会，为着青年促进合一，所以咱即摆变做一个总会，迄是真要紧。遮个青年，然后我伫青年大会中间，遮个青年对整个台湾的国家有一个真强的影响。这新日独立的国家，即句话是对70年遐个青年，迄个是因家己演绎出来，总会采纳。遮个青年因有带动一段真水的青年的时光，神学的研究，毋茫过来遮个青年人真正，原来有一寡人欢喜为主，献互主，会改变你家己，会改变你的家族，会改变即个社会。遮抑阁有。咱下晡咱礼拜煞了后，请中职出席咱召开即个中职会。后礼拜咱要庆祝母亲节，请逐个人即个遮周报有一寡遮个分配。后礼拜咱真多谢有一寡团体会献诗，为着遮个伟大的妈妈，所以后礼拜拜托，若有人讲要对远路转来庆祝妈妈节。请拢带因来做礼拜了后，再出咧外口。若会当拢留咧踮教会食母亲节的大餐，所以用信用用教会这个大家庭来开始。伊若友好你，请伊陪你来做礼拜。咱奉献的收据，请咱办公室迄个5月17，错不同的新啊工作邀请大家来5月19。咱有一个，咱即个是音乐的见证，毋是福音主日啦。福音主日抑阁有一场吼。即个音乐的见证，咱即个汉安徐伊伫纽约的一个音乐家，拄啊伫台中迄个国家音乐厅迄个演奏了，然后要来咱即个遮。后礼拜伊原来参加咱的礼拜。迄个我无伫，所以有搁请李信的牧师甲伊三甲来配合。事务部5月26的中级训练，请讲到长老教会的精神甲特色，请遮个中级若会当尽量，中级拢爱接受训练吼，所以请咱踊跃报名，然后逐个人赛车斗阵行，迄个锦怡少峰的太太，少峰的丈姆锦怡的妈妈，社头教会，上帝已经互伊安息。后礼拜拜六，过来拜六，伫社头教会的个别室，请咱代祷关心。相连团契有同工会，请咱遮个相连注意这项事。妇女团契。伫5月24、25，爱报名去淡水真理大学，请踊跃报名甲干部。无论是手情团、宣乐团，请若会当参加，跟接受遮个服侍的团队。中基才有一个神学讲座，张继玲牧师伊是对 region 对温哥华的 region 神学院真好的一间神学院。摕到神学博士，若会当的时，咱尽量报名参加遮个训练。中会教社甲妇女团契有一个知性旅游，请咱报名。咱嘛爱欢喜是咱教会遮个常年有一个太鼓队，咱即个太鼓队即摆已经真出名，常年过来即个15人的常年的大会。有要请咱的太鼓队去表演，即摆拢积极伫咧准备吼。然后抑阁有一项肉粽节要到，李明老师带遮个长辈开始讲要为着社区福音，咱咧募集基金，开始要办肉粽。所以肉粽节若到，恁家庭若需要肉粽，请你开始甲办国先订一粒肉粽40箍。遮个妈妈。讲着要办肉粽，为着教会募集基金，好，逐个人踊跃甲，即马拢伫咧计划即个办肉粽，
逐个人为着传福音吼，我想这若无一寡连老80外岁啊，迄个工艺若无摕出来用吼，会退化去。所以要紧是要互这中辈开始因的能力、因的温书会当佫摕出来用。所以教会有真侪事工，咱的小组有一寡年老欠缺的长辈，也是家庭，请咱伫大道的中间纪念因。以上报告，就是。抑佫后壁伫咱的1楼，抑佫有一项是芭乐。我即礼拜敢若请伊摕40袋，一袋100块，遐大袋一袋100块，真好食，真甜，现采的社头的芭乐。咱会安尼是因为有客服班的妈妈，即马突然无工作、无收入，伊的生活需要钱，所以我讲好，咱先试看卖咧。所以今仔日敢若40袋。莫小抢哦嘿！若万一无够登记，后礼拜再佫请伊佫摕，安尼好无？我想咱对需要的家庭，咧带囡仔拢真辛苦，佫失了头路。我想社区的人，但是迄嘛是咱集体的一部分。以上报告多谢。咱即叠做伙来吟4号的圣诗第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帝延光遍照你，也用慈悲款待你。愿主上帝常常看顾你，赏赐你平安。咱起立来吟，吟诗后请由传道来祝祷。就欢欢喜喜对这受册出去。你是上帝的宝贝仔囝，你是互耶稣基督对死国活来拯救宝贝的性命，担着带着懊恼感谢出去为主做见证，用你的好所行，用你的品行，用你伫上帝面前对人温群谦卑热情的服侍，你的服侍诚侪福音。你的服侍诚侪你性命的品格，你的服侍伫上帝面前看做好佮尽忠的奴仆。愿三位一体的上帝保守你，建立你，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哈利路亚。请坐，愿上帝施恩赐福你。